看够了吗？你别误会，我是来接电脑的。真的只是来接电脑的？你到底借不借啊？请进。你干嘛？在那边我怕我影响你。你在这儿不是更影响吗？要不，你还是过去吧。说过去就过去。你这个 QQ 有问题，要不要看一下？哦。这歌是他自己弹出来的。看来某人好像很关注我的动态。没，钟真他这是每日汇报吗？才没有，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给我发这个。是吗？你在这确实影响我，要不你还是过去吧。走走走，去。钟真，你老大穿了什么，干了什么？你告诉我干什么？对不起，表姐，我发错人了。我是要发到老大的花式粉群的，他们让我每天更新，还要配图哦。你这段时间最好不要再让我看到你。